正道好好照顾家己，请陈牧师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稳定的上帝，阮伫一年新的工作要开始，要开工进前，阮来到你的圣殿陪伴阮家己。阮的囡仔嘛，将近要开学，无论是开学，无论是开工，也愿新的一年每一天，阮伫你的面前，甲主你同行。恳求天父上帝保守照顾，互阮做好的准备，互阮伫今年对年头到年底，阮有好的准备，以及上帝你的能力、稳定、圣神的帮助，就互阮行这条道路的时，亲像今仔日箴言甲阮讲，上帝你的光，别哪来哪光，直到一中道。主，这是阮的祈祷。当阮静静地伫你圣殿的时，愿主你的圣神运行伫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，照因的需要，主你互因听见上帝你神圣的回应，互因知上帝你是听人祈祷的上帝。求天父上帝你照着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你将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将上帝你所赏赐世间人的平安，通过主耶稣基督。放伫阮的内底，互阮得到保守，使阮静静听候主你对天地来你的圣神甲恩惠，阮静静来期待，求主你对阮讲话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恁今年的新年过得好吗？赞，安尼表示真正888吼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填满咱的生命的杯，愿天父上帝伫新的一年顶悬，今仔日个礼拜，互咱做好的准备。兄弟姊妹，明仔载就要开工，其实已经有人已经开工，有伫初三就去上班，初四就伊较早开工。每一个人工作性质无共款，所以今仔日我要邀请咱做伙读这段的圣经，嘛对上帝来领受祝福。因为上帝应允讲，义人的路要有上帝的光，光若来，黑暗就离开。义人伫路旅行的过程顶悬，咱的生命的光，要哪来哪光，直到一中道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将对天灵来圣神的同在，放伫恁的生命中间，互恁伫新的一年力上加力。特别伫今年，上帝的圣神，互咱享受，就亲像拄则牧师问咱讲，今年新春过得好吗？就马上大家回应讲好，会忝无？有当时休困比无休困较忝，因为咱的生活作息有可能会失去了纪律，所以咱的作息，今仔日就是爱调整甲备办。求天父上帝，咱伫新的一年为应允。今仔的圣经无论是箴言第4章，其实今仔的圣经，咱爱读规篇的箴言第4章。为着要互咱今仔日属灵功课的学习，会通甲聚焦伫保守家己。伊讲，恁着保守恁的心，因为人一生的效果是对心来开始。但是这段的经文的原文是安尼讲，你着要好好保守你的心。心这字伫圣经无论新约旧约，拢真重要。伊是咧讲起人内心、人内心最深处的情感、心思意念。我解释一摆，伫箴言第4章讲，你着保守你的心，这个心即个内肉。伫这个新约的圣经中间，腓立比书第4章第7节，伊咧讲起上帝所赏赐的平安，伫耶稣基督的内底。保守恁的心怀意念，迄个心叫做卡迪亚。这两个字拢是咧讲起人内心有一个神圣的空间，人内心有一个神圣的自我。这里上帝起初所赏赐咱，创造咱的画面是上帝将挖开，
分入在咱的内底。所以旧约的圣经讲，人内底有一个灵，咱的灵若健康，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就健康。有一寡病，咱伫祈祷中间无一定马上会得到医治，但是上帝若肯，上帝若肯，上帝若肯，有啥物袂通？我捌伫会用的过程顶悬有人敲电话甲我祈祷讲，牧师，我感觉一世人食药啊。我讲我嘛毋知，但是照你的情形可能爱，比如讲糖尿病，比如讲高血压，甚至精神的状况，有这种情形可能一世人拢爱挖个医生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如果咱的上帝若肯，如果咱的上帝若肯，有啥物无可能呢？这是我的信心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做伫上帝面前，肯甲毋肯，咱拢准备好势，互咱伫咱的人生中间，成做一个会晓得照顾家己的人。牧师要甲青年讲，今仔日牧师的信息，毋是干那讲爸爸妈妈伊要开讲听。牧师嘛要甲咱所有上帝宝贝这青年，上帝非常的爱你们，牧师也很爱你们，你们的爸爸妈妈也很爱你们。一个青年若袂晓学习，无能力通照顾家己，伊将来无可能照顾上帝所赏赐你的事业。记起来，生命最重要的功课，毋是伫学校考100分。生命最重要的功课是伫细汉的中间就学习照顾自己。我有时拢会听到人讲：“牧师，人外国人咧照顾囡仔，咧教囡仔，甲咱台湾人咧教囡仔无共款。咱的囡仔若跋倒，去哭着伊角倒讲，啦，哎呦夭寿哦，又教阮宝贝孙、宝贝囝咧哭一个，但是外国。可能不是大家人拢安尼啦，比例无共款。但是因有这种的文化，在哪里跌倒，在哪里爬起来。所以常常有的家长，台湾嘛安尼，会教伊的囡仔讲，不要紧，勇敢膝盖半半的，呼呼的，眼泪擦干，站起来。兄弟姊妹，会晓照顾家己的人，才有可能照顾家庭；会晓照顾家己的人，才会晓照顾上帝的教会，会晓照顾家己的人，将来才有能力照顾别人。会晓照顾人的人，伊本身就是一个活命的水泉。伊讲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一生的效果对心开始，迄是和合本中文的翻译。但是迄个一生的果效这个字，其实伊应该安尼翻译较正确。就是讲，你的心就是你的活水泉，所以那个果效的原文的字就是一个涌泉，就是不断对你内面产生出来的能力、思想、情绪甲能力。所以人一生的所有的结局，无论是品格，无论是态度，无论是伊所做、伊所讲的话，人一生的果效，就亲像你的水泉，什么水泉？就是圣神伫咱的内底中间所享受迄个神圣的感动。所以有一个叫做 Stanley 牧师，今仔日个讲到了后，牧师将连结甲恁分享。因为牧师知影半点钟的时间的讲道真困难，甲上帝的话遐尼丰富，讲甲较正。Stanley 牧师伊讲到一个讲道。伊讲人的心、良心会重要。伊讲咱的心就亲像一个属灵的雷达。伊讲人上帝创造人的时阵，将一个敏锐的直觉、感动、属灵的圣神的神性的可靠，靠伫人的内心。所以若有敌机来访来攻击就是讲迄雷达，就是讲当我伫我的国家顶悬空中有布满了这个雷达的时。那别人伊的火弹弹来，别人的飞机飞来，我的雷达就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当然声会当改啦伊就甲我提醒讲，危险！
人的心若清气，圣神会做工。所以，一个真正正直的基督徒，伊对无正经的代志，伊常常拢会有一个真敏锐的感觉。这个属灵的雷达、属灵的提醒，这个圣神的感动，就是一个上帝的作为。所以今仔日的腓立比书第4章第71讲，上帝的平安伫耶稣基督的内底。伊的意思就是伫上帝的面前，伫耶稣基督内面的人，无论你行什么路，你若行了平安，迄条路就对；你若行了无平安，你就要设置。因为上帝咧甲你提醒讲，设置你即摆所选择的、所行的路，毋是上帝欢喜的路。所以平安就是内心有一种踏实。这个平安，但是无需要佮咱解说。这个平安，这个字伫古约叫做 shalom， 伫新约叫做 arena。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天堂的感觉，活在天堂里面。求天父上帝，咱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，咱读了通过牧师的分享，会当引起恁对心中的欢喜。你会想要更较清楚知影讲，今仔日的圣经到底来对我讲什么话？哪来哪讲的人生，就代表哪来哪甘甜的人生，就代表对少年到年老是哪来哪好。敢有人要爱行倒头路，是对少年足好，但是哪行哪凄惨，无人爱安尼。但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是稳上加稳的人生。因为这个光不是人，这个光就是上帝家己。有天父上帝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互咱请耶稣基督的平安，因为这是保罗伫圣神的感动中间，伊所了解上帝的平安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带来上帝的平安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地地，互咱请耶稣的平安，活伫上帝的平安，这是今仔日的祈祷。所以咱准备咱家己。伫新的一年要开始的进前，做好开工。若要出国去旅行，咱拢知影。第一，特别是要去山顶，没有这种的紧急救难的汽车工厂。所以咱若要出后门，多数会晓开车的人拢知影讲，先爱验爱看卖你的水箱的水有失去无，啊，你的污油有照规矩无，所以。会晓去检查车是一个会晓开车的人必要的一个态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会晓顾车不是上重要，会晓照顾你的灵魂，这是一个享受信仰基督徒好的开始。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今仔日的圣经讲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上帝要保守恁的心怀意念。心怀这个字，拄则牧师有解说。伊甲箴言第4章23節，即個保守你的心，希伯來語叫做利瓦，但是新約的聖經伊叫做卡迪亞。伊的意思其實足簡單，就是咧講起人內心的神聖的自我，人內心神聖的存在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伫今仔日的禮拜，兄弟姊妹，你若願意，你花手佇你的心來祈禱，你甲上帝講：主啊，賞賜我。清潔的心，互我內面有正直的心。我要啉上帝你恩典的杯，所以我要用清潔的杯來領受。所以聽兄弟姊妹，上帝互咱真多正直的人，我思故我在，我心故我在。我真正的內心是什麼種的心思意念，我就是什麼種的人。願天父上帝幫助咱，會通佇今仔日的禮拜來領受上帝的榮光。哪來哪光，對年頭到年底，這種的光是無分環境，就親像一個保護膜，把咱保護掉咧。外面的世界無論怎樣，但是上帝賞賜咱內面的世界有一個 shalom，shalom 就是天堂的平安，就是一個天堂。願你的國臨到，佇我的心內，親像佇天靈。主聽咱的祈禱，主也甲咱安尼祈禱。所以今仔日的禮拜是準備，咱要開始行今年新的一年。休困有時，工作有時，
所以工作毋是一个重担，工作只是一个机会，工作就是一个囡仔，伊要成就伊的成就的过程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有用新的态度来看上帝所甲咱摆在赏赐咱人生的工作。有的人真无爱工作，伊感觉上好就是用担出力，所以伊选择的职业就是在家做股票。所以什么时阵伊拢会当做。但兄弟姊妹，人生毋是干那趁迄个股利，就是咧股票起起落落。人生常常就是工作的过程顶悬，去解决问题，去拄着问题，去承受压力，然后赢过迄个困难甲压力。发现咱家己有智慧，发现咱家己有能力，发现咱的存在对人有帮助。所以工作毋是重担，爱教咱的囡仔有正确的心、正确的态度。所以这对圣经讲，要在至圣真道造就自己。若要照顾人，家己的人，都要用上帝的话来对家己照顾家己。因为上帝的话，若对咱讲话，咱的内面这个心就有光。求天父上帝帮咱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：主，我无在着发光，我亲像一支蜡条，是我会当准备发光。但是这支蜡条若无迄个主人要使用这支蜡条，主人伊甲伊点不倒，这支蜡条永远袂自然，袂家己倒起来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上帝的光，亲像日出的光，好不好？上帝的光伫咱的心内，亲像日出的光。咱甲主讲：主有你真好。你若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我要成做有智慧的人，有创意的人。有见解的人，有洞察的能力，有发明的能力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读圣经。通过这个圣经，上帝叫咱无共款的情景，上帝要对咱讲话。兄弟，谦卑、恭敬，听上帝的声，不是听牧师的讲道。求天父上帝圣心甲咱三个伫地。所以今仔圣经讲什么？伊讲上帝平安超过一切人想象袂到，要伫耶稣基督的内底保守恁的心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内底有一个最要紧的属灵的功课，叫做保守家己。兄弟姊妹，保守家己是一个基督徒当大人最重要的功课。今仔日的聚会英宏长老带咱祈祷讲，主啊帮助我成做当大人的基督徒。兄弟姊妹，咱毋通做真做永远拢假灵的基督徒。咱要真做一个有上帝的性情、有上帝的权柄、有上帝圣神运行的能力，充满的基督徒。无论环境怎样，咱无惊吓，因为上帝要赏赐咱解决问题的能力、甲信心、勇气。求天父上帝保守恁的心。所以伫这个所在讲保守恁的心，我用箴言第4章，拢共款第4章，4章23节箴言，以及腓立比书第4章第7节，伊拢讲到保守你的心。有时咱无才调保守咱家己的心，所以咱首先需要互上帝保守，然后咱就真做会晓保守家己的人。所以甲上帝同在，以马内利的上帝。今仔圣经讲，上帝伫耶稣基督的内面，上帝伫耶稣基督的内面要保守你的心，阿们吗？兄弟姊妹，拍开咱的心门，互上帝掌管，互上帝的话做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互上帝的圣神伫咱的生命中间掌管咱的情绪，掌管咱的欲望、想事。正直的心，正直的灵，成做咱的心思意念。这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也是咱同齐学习属灵的功课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当咱花手伫咱的心内，是咱甲上帝祷告。至圣的上帝，求你赏赐主耶稣基督的平安。平安这个字是贯穿旧约新约，上帝同在足特别的记号。有上帝同在就平安，
有圣神的临在就有平安。无论是外面透风雨、透风台，只要有上帝同在，咱的内心就有平安。我来听到兄这心内有无助的事，我会为你们难过，也会为我无所能力觉得难过。但是后来我知影讲，帮助你的不是我，所以我知影我会当为恁做的就是祈祷。所以有当时听到咱中间拄到艰难的事，会感觉无力感。但是我慢慢知影讲，上帝摕掉我的无力感，因为我知影上帝听恁，上帝若愿意，人就要得到医治。今日圣经讲Shalom，Shalom是主耶稣所带来天国的平安。Shalom是主耶稣所带来天国的平安。所以无论用什么种语言翻译，伊最重要的是神掌权的生命。人受搅扰、脱序、混乱的心，就要得到平静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。所以这个平安，有的牧师、圣经学者，伊讲，伊就是救世主、救主弥赛亚，伊的国度降临，上帝掌管、上帝临在的时，迄个所在就有平安。奉耶稣的圣名，祝咱兄弟姊妹。恁的家庭厝内有平安，愿上帝祝福恁内心有平安做定，平安做定，互恁无受影响搅扰。主甲咱三个弟弟，这就是今仔圣经所带来的应允。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甲咱遮罩。阮甲陈牧师，当时阮拢聊天的时，会讲到一寡对圣经的见解。昨晚看到唐朝的一个影片，70台咧做迄个一个思路，就是讲一个节目咧介绍中国甲中亚交通过去的一条思路。伫咧过程中间讲到唐朝的古早一个叫做乾陵，一个唐朝国王的梦。我咧讲，今仔我毋是咧介绍迄个影片，伫其中阮讲到上早中国得到福音。是因为唐朝有一个宗教，对东方来，对西方来，伊叫做景教，你捌听过无？风景的景，这伫中国上早，就是基督教也是犹太教。这个人来到中国的时阵，因嘛有过半过节，所以伫半过节的时阵，因嘛会用亲像以色列人，因将羊仔的血，甲抹伫因的门前。所以有人后来就解释讲，无的确中国人的大春联，红色的春联，就是对唐朝开始，因为有景教来，我唔知影啦，因为我唔是历史的学者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伫咱的心外口，所以主将做这个平安的门。主耶稣若甲咱三个弟弟，咱的心就要得到伊的权柄的照顾。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主将伊的权能用光，光若来黑暗就离开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甲这句话背起来好无？箴言第4章18节讲，独独义人的路，亲像透早的光，哪来哪光到一中道。咱伫咱的今仔开始要开工进前，咱甲上帝祷告，主求你伫我头前所要行的路顶悬。祝福我，互我力上加力，运上加运，哪来哪光得到一中道。主，你的光若来，我就袂跋倒，因为你的光要做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你的光要互我目睭光，互我知影什么是诱惑，什么是白吃的午餐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保守咱的心，无受外面的病毒。今仔日的病毒毋是干那 COVID-19， 今仔日的病毒真侪是化于无形，真侪错误的思想、扭曲的道德观念。今仔日的世代甲咱讲自由，自由就亲像一支刀两面来，用了好，自由是偷棒；用了歹，自由是一种诱惑、危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活出上帝的光，今仔圣经甲咱讲，
上帝光要互义人的路哪来哪光，直到一中道。牧师为着这青年来祈祷，上帝祝福恁真做一个懂得品尝上帝恩典的滋味。也这牧师嘛要拜托恁，为着咱的青年，因已经安排伫后礼拜拜六、拜五、拜六礼拜，因为着开学进前，因办一个圣经营，因交互牧师一个主题。伊讲牧师，我想要爱了解，伫我生命中间，什么是我重要的抉择？因选的题目叫做选择。牧师开始咧幻想，兄弟姊妹，那你的囡仔问你讲，爸爸，我的人生中间什么是上重要的选择？你会甲伊讲什么？娶好某，选择好的科系会趁钱。兄弟姊妹。人的一生，什么是上重要的选择？恁若想要爱了解，恁来甲囡仔做伙伫这个为因祈祷，为你的囡仔祈祷，恁嘛会当来参加。若无来，牧师会将这个讲义的经文送互恁。咱的一生中间，什么是咱上重要的选择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伫今仔日，咱来学习。一个真要紧的功课就是保守家己。保守家己其实是圣经中间一个真要紧，圣神对上帝伊囝儿甲查某囝所讲的话，嘛是主要所基督伫伊的教示的中间常常出现。所以耶稣虽然无讲你都要好好照顾你家己，但是伊讲尽心尽性尽力尽意，有无？耶稣讲人若得到全世界来，失了伊的性命，敢有价值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的圣神踮伫咱的内面，已经踮伫咱的内面。上帝的圣神已经踮伫咱的内面，兄弟姊妹唔通怀疑。你会感觉讲你也唔是一个真完美的基督徒，兄弟姊妹，世间无迄个完美的基督徒。就亲如耶稣讲，世间无一个人是义人。这是表示谦卑，表示认捌家己的一个事实、实际，但是无代表咱会当随便。虽然咱知影咱是一个无完美的人，但是上帝爱咱，学习真做上帝所欢喜、清气的人。保守家己是咱做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功课。所以保守家己重要紧，伊的主要的态度就是。甲上帝讨讲，我要爱有一个健康的灵命，我要做一个有享受真健康的我的心灵的人。伫我内面有健康的情绪，伫我内面有健康的欲望，伫我内面有健康的正面的心思意念。这就是照顾家己的开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拢受到感动。上帝圣神降临伫恁的心内，点到你内心的一种的渴望。较无，你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要真做一个带有上帝你阳光的人。我无论行到什么所在，我要互人看到一个态度翩翩安尼，一个真正有风采的目睭会发光。愿天父上帝将伊的荣耀放伫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互你的亲人看到讲。做基督徒非常的好。咱中间有一个拄来一个月呢，杨丽朱姐妹伫后壁伊的囡仔就互伊感觉足骄傲的。我嘛替因的家庭欢喜，两个后生一个查某囝，妈妈若讲到这个囡仔甲伊的媳妇就真满足。我相信这个囡仔因有社会成就，但是我相信因的囡仔。一定也有效，互伊爸爸妈妈对心内欢喜讲，家在有我这个囡仔，所以到年老，因就甲因的囡仔共款，信耶稣。所以你知吗？信耶稣不是讲一种宗教行为，信耶稣最重要就是进入幸福，进入一个上帝荣耀平安的国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今仔日我要邀请兄弟姊妹
静静为着你的心祈祷。你问你家己，我着怎样？我着怎样？我的心内才会幸福。我着怎样？我的心内才有平安。愿天父上帝将今仔日的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第7节，伊讲上帝的平安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保守恁的心怀意念。就算到你也未解说，也未明白，你先甲这句话读，放伫你的脑的内底。上帝要讲互你听，上帝要解说互你听，所以你就要听到上帝的话，甲你讲：我所听的查某囝，不要看清自己，我深深的爱你。上帝讲：我的平安要甲你三甲地底。所以听姊妹，愿咱存着双手，拍开咱的耳孔，因为伫这个所在讲，上帝的平安pār過一切，超越一切的，亲像保羅講，神為愛他的人所預備的，是眼睛未曾見，耳朵未曾聽，想象不到，目睭未捌看，耳孔未捌聽，想象未到上帝平安的權柄甲能力。願天父上帝今仔日將這個賞賜予咱，予咱佇伊的內底。當咱的心中有平安的時，箴言安尼講，你就盡力保守你的心，因為你的心，因為伊是活命的根源。其實應該講生命活泉、生命湧泉、生命的泉源。為什麼？因為上帝的心親像風。聖經咧寫聖神，你的聖神原文的字其實就是風啦。還是講挪亞，上帝將這個氣分入佇亞當，分入佇亞當的內底，聖神佇人的內底，伊就成做一個運行的能力。上帝祝福咱，兄弟姊妹，無一個人擱做謠歌頌香的基督徒，願上帝祝福咱做享受上帝同在，享受基督的活命的基督徒。這是咱重大的祈禱，所以在這個中間，我要問兄弟姊妹，有健康的生命好無？那安尼健康的生命會帶予你什麼種的影響？一個健康的靈命，予你唔免食冤枉藥啊！我已經差不多幾年，攏差不多有偏頭痛。其實我就唔知當時開始就有偏頭痛，最近去看醫生看。醫生甲我照 MRI 了，伊講牧師你這個額頭這個所在規個攏爬去啊！我甲問講爬去是好啊歹？恁若較有常識，恁知影講若照迄種迄種 X 光吼，烏的就是白了有一個空間啊空氣，若爬去就是講這個原本咱的鼻孔這個所在，爬去就是講攏去互膿包吼膿塌掉咧。伊講哦，你爬一邊，我講冤枉。較早我咧想講偏頭痛，原來就是你鼻竇炎啦。我攏安那，我攏家己做醫生，摕迄種綜合感冒藥，若他較疼就較食一粒，若無爽快就食一粒。食要幾年才知影講，根本沒有辦法改變你。毋是安尼爾，佫出個流目油，就去看眼科。足這問題未解決，兄弟姊妹，照顧家己是一個真重要的功課，毋是假傲。求天父上帝幫助咱在座兄弟姊妹，上帝聖神甲你講，你有什麼問題？聖神的感動對基督徒真重要，伊會產生一個新的活命，健康的活命，有能力的活命。上帝講是什麼？上帝講了照在人的內面，哪來哪講的意思就是，人的生命要哪來哪有耶穌基督的香味，人要哪來哪有上帝的性情、伊的品格、甲伊的能力。別人知，別人唔知，但是咱知，因為有時
咱的生活是美起来，不要互上帝看，因为咱知上帝有讲过，什么会使，什么袂使。所以，愿天父上帝赏赐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各一摆擦亮眼睛，洁净我们心中的灵，互咱的圣心，这个属灵的雷达重新通电。咱的生命中间开始有一个真敏锐的自我防御。人的生命是用上帝创造的事，上帝创造一个免疫抗体，你有听过无？咱内面生命有家己有一种的免疫抗体，一种的细胞血液叫做白血球。咱若拄着攻击的白血球，伊就会亲像一个军队，去帮助咱杀死遐个外来的病毒。但是有一日咱的免疫抗体若无好，咱就失去迄个能力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圣神的观念定心互咱，拥有应该有的，不应该有的不要。兄弟姊妹，什么是应该有的？什么是不应该有的？你若要问牧师，牧师甲恁讲，去读圣经，圣经内底拢有讲。牧师讲互恁听，恁无一定接受，因为牧师所讲的讲道，有的人是当作参考。我毋是讲恁啦，有时咱拢会自我解释，今仔牧师讲的有道理哦。一句话背后的表示，有时候牧师讲的话是没有道理的。主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我要用这句话跟咱讲，如何照顾自己。你要安怎照顾家己？犹大书1章20节21节讲到3项。亲爱的姊妹兄弟，我应该甲解释讲，亲爱的姐妹弟兄，因为有的姊妹讲，想到圣经常常拢讲，亲爱的弟兄没有说到亲爱的姐妹，你卖安尼用迄种咱即摆性别意识来看圣经。其实圣经应该讲，亲爱的弟兄，其实就是讲亲爱的弟兄姐妹。第一，读圣经，伫至圣的真道顶悬造就家己。换一句话，用上帝的话照顾家己。上帝讲可以，那就是应该有的；上帝说这个不好，那个就是不应该有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一个会晓照顾家己的基督徒，伊首先应该做一个开始认真学习圣经，和上帝的话来改变咱的想法。在咱读圣经的时候去思考，我们愿不愿意让圣经来教导、来责备、来掌管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话内底。第一是伫至圣的真道顶悬造就家己；第二就是伫咱无开咱的祈祷中间，我靠圣神祈祷。伫圣神内面的祈祷，就是伫你的内心甲上帝参详。伫咱无能力通做的代志，你对上帝参详，这就是伫圣神内面的祈祷。伫你内面的圣神要帮助你祈祷，伫咱内面的圣神要帮助咱祈祷。第三，常常咱会袂记头前第四迄个4字啦。咱拢直接跳过，就看到上帝听何等的甘甜，何等的浪漫。咱真多时阵，咱都跳过头前迄句上重要，保守家己。咱来做礼拜，无代表咱心来到教会，常常点滴上帝的听。神的爱是有能力医治别人，每一个人。上帝的听是真奇妙。伊毋是干那下面灵敏尔，上帝会听，有人对内面产生自我尊重。当咱感觉阿爸听咱，当咱感觉上帝听咱，当咱感觉咱是上帝的囝儿，当咱意识到我会做基督徒是一个真荣耀尊贵的身份的时，一种被爱的感觉，你会真心中讲，那安尼我敢会当辜负听我的人？我能够让爱我的人伤心吗？所以一个点伫上帝听的人，伊生命会得到反转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我要跟咱讲保守家己。这个字，家己这个字，
牧师讲几啊摆，伊叫做 autos。你有没有听过牧师甲恁分享耶稣讲一句话，讲我就是我自己，ego emit autos， 我就是我自己，意思就是我就是我这个内在，这个看不见的，这个心思意念，这个神圣的灵，才是真正的我。这个字，那个自己是用这个字来表达。那个我，保守在我内心深处的最深层的情绪、意念跟心思。愿天父上帝帮助恁了解，其实圣经是一个足深的智慧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讲会听的，咱拢明白。因为上帝的本意就是爱人明白伊的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结论来讲，牧师要鼓励咱，在你的灵修的内底做3项代志，在上帝的话顶悬好好照顾家己，用上帝的话来建立健康的、正确的观念。特别是青少年，恁的人生亲像一张白纸，恁的生命亲像白纸，但是恁爱交上帝，上帝将伊的话伫白纸的顶悬伫恁的心内，甲恁讲话。你们的智慧、你们的想法、你们的价值观、你们的坚持、你们的选择，拢是伫上帝手中。第二，结论来讲，要伫什么时阵照顾家己？伫祈祷的中间，找到你内心的圣灵。兄弟姊妹，咱的心中早就已经有上帝，伊的圣神，就亲像爸爸伫厝内咧等咱，回家过年吧。兄弟姊妹，你知迄个意思吗？上帝的圣灵其实早就伫你的心内。咱的心若无甲上帝亲近，会同床异梦。咱的心若甲上帝无同心，咱一定无平安。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常常甲你的心讲话，听你的心咧讲话，听圣神伫你心内的感动。所以圣经讲毋通消灭圣神的感动，迄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三结论，兄弟姊妹，咱做袂来，但是上帝救恩要成就，上帝要将伊的听来改变咱，不但改变咱，嘛改变咱身边的人。有时咱要帮助咱身边的人，要改变咱身边的人，真困难。无论讲偌侪道理，但是兄弟姊妹，就明白相信，上帝的听是上好的医治。愿天父上帝的听对体灵手术予咱，予咱的生命伫听的中间得到健康。这就是今仔日，咱要开工进前，咱来到上帝面前，咱搁一摆将咱的心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将我的心掏出来。主啊，我将我的心掏出来，也这里愿意吗？主啊，甲我做伙照顾我的心，照顾我的家庭，照顾我的教会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荣耀关灵的上帝，听阮祈祷，降临进入阮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你伫阮的家庭掌权，你伫阮的生命中间掌权，你伫阮的心思意念做主，到代代无尽。阿们。